聽講中山都有一個潮到風濕嘅地方，唔着得潮啲都唔敢嚟呢一度啊！講真啦，講到去玩，我就最中意去親近大自然嘅地方。但係估唔到中山仲有個商場可以吸引到我，專門嚟打卡。跟我嚟睇下。聽講呢度分工好明確，一樓食嘢嘅，二樓賣嘢嘅，三樓就係玩嘢嘅。咁我哋從二樓開始，啱啱食飽飽，行下街消化下先。哇！呢啲花好靚啊！係咪真㗎？哇，好靚啊！唔入得嘅，破產嘅，走。喂，唔使攞啦，我哋去埋單。掹唔出，埋單。哇！咁大塊草地，咁同室外畫又有咩區別咧？寫緊個祝福啊，送俾大灣區嘅朋友，幸福滿滿。二樓可以講得上乜都有得賣，有文創文具區啦，阿女最中意，仲有寵物專門區，連貓貓狗狗都可以有5星級酒店。嚟到3樓就係我哋嘅運動區，即係玩嘢區啊，有保齡球、滑板、桌球、匹克球，連射箭都有埋。大家都知我係羅賓 Sir， 大家都話我係羅賓漢，睇下我射箭有幾叻。搞錯了，再來。下一秒百發百中。我打保齡球好叻㗎，都係講緊30年前。哇！保重爭啲，最高不嚟你啦！打到差唔多啦，落1樓食下嘢，文昌雞、燒鵝瀨乜都有，集合咗各式各樣食物嘅 food court。聽講全部係中山本地嘅餐廳，唔係商場連鎖店嗰種噃。掃下個碼就可以點餐，呢個 food court 有好多間唔同嘅鋪頭，喺呢一度全部都可以點到。點咗之後就有人直接送到嚟我呢一個台上面，唔使我過去排隊攞。呢個商場呢，就喺中山，屬於一個比較有創意嘅商場。嚟呢一度呢，一家大細玩足一日，心情麻麻嗰陣時嚟到呢一度玩足一日，心情都好晒啦。